台湾的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100年前民间咧流传的念歌，迄个时阵无录音无录影，毋过偌好，咱讲做台湾新闻学之父，伊安尼一字一字记载，记7000几字，这个剧情足精彩。各种袂晓乐琴袂晓弦啊，毋过我重新念互你听，这部叫做《心有一歌诗》。见面讲唱出心有一歌诗，台南府康道台上林卖几时，长山苦人也未到，发向也无钱，就调周医生来商量来参与。周医生来到此，双脚徛坐跪完毕，道台调我啥代志？康道台开言就讲起周医生，我问你，我当上林卖几时？长山苦人也未到，要发向也无钱，未知周医生啥主意啥价值？是啦。这就是正一个叫做杨清池的老先生，伊咧念心里有一歌诗咧讲啥？讲清朝时代起义，自一贵，过来林爽文，过来到中部的地条村，偌好就是要将规站的剧情记载落来，所以详细来记载。啊，当康道台做官问周医生讲无钱通我发向要安怎做？周医生跪倒并因伊，并甲道台你知机。现今府城府户满满是，大局设落去八声门出告示，大兵店扣200，小兵店扣120，大大头扣60，小大头扣20。若是开无够，八声门的猪屎担，一担扣伊6个钱来3天。康道台听得笑眯眯，学到周医生好价值。咱知影啦，做官清廉，食饭骄盐，啥物讲吼？做官咧乌西，无钱通发向，甲民间加税金啦。康道台叫这个周医生来，要出代志啊啦！民间不服，会造反未？你继续甲听。康道台讲，咱当大局设落去，局手应该就互你。康道台乌灵出一支，交代周医生亲命字，为你八声门打告示。周医生乌灵领一支，八声门打告示，告示打了坐完毕。府城内5条街5段事，看见告示干甲屁，就骂周医生臭小弟。康道台做官贪财力，两人商量一价值，要来剥削百姓钱。哇，国情啊吼，毋是讲我爱错啦，是真正偌好记载。迄个时阵，心有一歌诗，4句人念歌内底，就是讲干甲屁啦。啊，当然，这个剧情足精彩哦，要共扣税金，要来剥削百姓钱，人会反袂，人会赢袂。民间咧流传的故事，甲正史无共。毋过，敢若听这个4句人听斗句，你就会体会台语的艺术。心里有一歌诗，我要继续讲，解文说理，拜托你，逐工甲我对好点。